So guys, it's the first as I say, it's 3 a.m. and then I have a surprise for all of you guys. 3, 2, 1. Wait. 黃世發話：一旦發生違規，署方係會按程度嘅輕重彈性處理。如果涉及走私販毒等嚴重罪行，海事處可以將申請選擇列入黑名單，拒絕批出之後嘅放學許可。呢個係文匯報報導。大公報就報導，海事處上個月29號係推出遊艇動態監察系統，結合船舶自動識別系統同雷達監控技術，係對停泊區嘅遊艇進行實時追蹤同埋智能泊位分配。海事處海事主任孫明信話：遊艇動態監察系統係會按住訪港遊艇申報嘅船隻體積、吃水深度以及停泊區嘅停泊情況，計算可以允許停泊港遊艇嘅數量同埋分佈。航交通心主管可以睇翻停泊區入邊嘅使用狀況，若果已經滿咗，新嘅申請係冇法選取嗰個區域去停泊。大公報報導。商報就報導，受到強颱風紅霞嘅吹襲，天文台先後係發出今年首個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，以及9號烈風或暴風風力增強信號。其中9號信號一度生效6個鐘頭，亦都係本港11年嚟首個中登嘅9號信號。天文台喺天氣隨機中表示，由於紅霞喺香港嘅東面登陸，同近年從西面登陸嘅山竹蘇拉同本港西北